呀比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老师要教的是我们赞美人的个性，各式各样的客家话。首先第一句呢，我们来学这个人很客气哟。来跟我念：亚撒印懂声音，亚撒印。亚撒就是这位的意思，印就是人，亚撒印这个人懂声音。懂声音，还记得懂是什么吗？就是很的意思，声音就是客气。亚撒宁懂声音，那这个人很认真，怎么说呢？亚撒宁懂认真。像徐薇老师教书的时候，懂认真，很认真哦。再来，我们学这个人很有礼貌，怎么说呢？亚撒宁懂有礼貌。礼貌很简单，就是礼貌，懂有礼貌。再来，这个人很有耐心哦，像我当老师的啊，就一定要很有耐心哦。亚撒宁懂有耐心，亚撒宁懂有耐心，就是很有耐心的意思咯。接下来因客喜相逢，徐薇老师要来介绍，在客家话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，它是形容这个人哦，他三教九流都可以交朋友，和各种人都可以打成一片哦。客家话是这么说的：鹹菜蜆，鹹菜蜆，鹹菜。鹹菜就是咸菜，咸菜啊是我们客家菜非常重要的一道呢，尤其在苗栗的公馆那个地方出产的咸菜，这是一流的呢。那为什么呢？咸菜啊，它是一种很重要的菜，跟什么配起来都非常好吃，所以这个人啊，跟谁在一起都能够成为好朋友。所以客家话很有意思，他说鹹菜蜆就是指这种人。英文怎么说呢？我们說這個人是一個people person。People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咯，所以a people person 呢，就是指他就是鹹菜蜆。那許巍老師家裡呢有一位叔叔啊，他就真的非常的鹹菜蜆，只要有他在呢，聊天的氣氛就會非常好，人緣特別好了，會了嗎？鹹菜蜆，英文怎麼說？考考大家。A people person, a people person， 我们真的是因客喜相逢哦。英文客家话都斗得起来呢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用得到的哟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嘴巴借借我，拜托拜托，嘴巴张开来。第一句话，这个人很客气，亞撒寧懂聲音。这个人很认真，亞撒寧懂認真。这个人很有礼貌，亞撒寧懂有礼貌。很好。这个人很有耐心，亞撒寧懂有耐心。再来，能够和各式各样的人打成一片的呢，叫做鹹菜蜆。A people person， 我是许巍，今天就学到这了，安子 say 再见。